如果係三代同堂想住埋一齊嘅，家下有一個好好嘅介紹俾大家，展銳嘅江悅灣150方可以做到5房，然之後複式贈送面積嘅話咧，堪比我哋嘅第4代住宅。然之後嘅話，交樓又快，今年年底可以交樓準現樓嘅。睇下啫，我哋而家入到嚟呢度，呢個單位係150方，贈送嘅面積咧係有成57個方嘅。一入到嚟呢度有成10個8個方送俾你㗎啦。你而家見到嘅呢一個廳有成7米幾闊，哇！你諗翻下，呢度做個茶台，呢邊放梳化，幾疏爽呢個位。過翻嚟呢度，係咪話冇講錯啊？三代同堂坐埋喺度，6個人輕輕鬆鬆嘅一個飯台啊！呢啲只有係大單位先有，但係你好難想象5方可以做到咁嘅地步。入到嚟廚房，人哋備好咗4個腳印俾你啊！呢個廚房可以4個人一齊做嘢嘅，哇！其樂融融啦，一家大細喺度一齊煮飯嘅時候，露台呢邊2.5米超闊嘅一個露台，擺張搖搖椅擺喺外面，吹下風曬下太陽，南北對流1字板樓，空間超級好用呢一個單位你哋睇翻1字板樓嚟噶睇翻呢一個位夠晒闊綽冇話種花種草種菜都得成個呢一區嘅話咧萬科嘅物業管理啦講下呢度樓下最好住嘅係咩咧？有個公共嘅洗手間啦，呢下邊有3間套房，3間套房老人家啦、小朋友啦喺下邊最好啦。兩公婆嘅係喺樓上下邊呢度咧係有雙套房設計一共係有3個套房85方，都幾誇張下嘅。呢個係細房啦簡簡單單嘅一個細房，兒童房兒童房。再過嚟呢度有一個主套對流式嘅設計嘅套房，贈送嘅面積好多人哋呢度呢條虛線呢一格呢啲全部係贈送積嚟㗎。佢呢度好嘅話咧，個飄窗做得好窄全屋嘅話有個日立嘅 Hitachi 嘅中央冷氣喺度，高標交樓呢一個係1樓1樓嘅話咧就已經有2個套房。仲有一個套房幾得意嘅，跟住我哋望下喺呢一個位嘅套房，有個細套房，採光好夠。呢個可以講係類似可以同我哋嘅而家最新嘅4代住宅相媲美可以對標佢嘅4代嘅咩特點呢？高實用率啦，採光好啦然之後通風好啦過翻嚟呢邊。樓上嚟到呢度房唔大，但係佢有一個超闊落嘅衣帽間曲尺型嘅衣帽間，有一個主套房喺度嘅，私隱度非常之高如果都係嗰句啦，你想揾翻啲類似第4代住宅交樓又快嘅，可以睇下呢度